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一级火车站，到明年是满100岁。镇长最近是领养到一只流浪鸟，决定要让这只流浪鸟来做火车站的鸟站长。即日开始开放予大家为这只鸟站长来号名。这只鸟伫箱仔顶伫困到会寒，袂输外界发生什么款代志，拢甲伊无关系。啊，这只鸟伫过年后就会变成集集火车站的鸟站长。我家里就有养猫，所以你会特别想要来看它？应该会。因为集集嘛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就好讨食的所在之一。集集镇长进前领这只黄色的流浪鸟，明年正是虎年，又阁是集集车头100岁生日，镇长决定伫面册开放民众为这只鸟站长号名，要来扩大庆祝。石虎也不是可以轻松的拿出来跟大家展示的啦，所以说我们就拿出了跟石虎同样为猫科动物的这个宠物猫。大家小姐替号名，除了有大金小菊，也有代表吉祥的吉虎，代表南投特产金蕉的蕉蕉，也有英文音 Jimmy， 甚至有这个动漫风，有人家号超级火车秀。这叫阿吉，这个是比较在地乡土话，我觉得这很亲切。奶油，就觉得它有点奶油颜色，然后又白白的。未来鸟站长会伫新打造鸟厝来甲游客互动，公所希望讲用鸟站长的人气，吸引更加侪人去关心并且重视流浪鸟甲流浪狗，以及就好，也就是山鸟的保养。